今年良好江前面走，上个小五件事非常明显，通勤谢安4、5天是圣诞天休。早上6点半左右就有诵经，第一阶段外星眼镜可以大概1个钟头左右，然后休息到8点多右。第二场祝寿科仪有诵大洞真经、太阳真经、太阴真经，到快9点半的时候，然后9点半开始演这个歌仔戏，先八仙半仙呐哈，演戏前先半仙，因为是贼滚。那个布景很好看，你看这个点动的布景，一大捆的布幕，然后慢慢的点过去的。这样一大捆的布幕就有很多的彩色的照片、彩色的图片，很美。